問題，請問主念甲是念經會鬥下手着下嚟歸信嘅人去好嘅地方無？啥都問題。若爽主念甲是念經了啊，就有安尼款嘅效果啊。即個甲食類啊，佫有蝦米無相呢？大巴黎嘅經嘅內面啊，我從來毋捌看過佛陀有講啦，一群人啊會去天啦，會趁住佇天頂享受啦，是因為啊有人甲伊主念甲是念經蝦米啦。我敢若看到啊，佛陀是安尼款講嘅啦，一個人啊會去天啦，是因為啊伊家己有做布施，伊家己有持戒，甲靠伊家己有禪修嘅原因啦。個大啲經嘅內面啊，我從來毋捌看過佛陀有講啊，一個人啊是因為有人甲伊主念甲是念經超度了啊，伊就袂落去地獄，甲是做禽獸，甲是變惡鬼啦。但是啊，我敢若看到佛陀直直講啦，個常常嘅安尼款講啦，一個人啊會落去惡嘅道啦，會墮地獄嘅為受苦，會做禽獸，甲是變餓鬼啊。甲了是因為啊，伊嘅無知啦，伊嘅邪見甲伊本身啊所做嘅惡業啊造成嘅啦。若爽個人相信通過這個主念甲是念經了啊，就會幫助到一件死去嘅人往生去極樂世界啊。這個啊是伊人家己嘅一廂情願啦，是伊人家己嘅信仰啦，甲佛陀嘅教法啊一點關係都無啦。因為啊，大啲經嘅內面啊，佛陀已經講甲真啊清楚了啦。已經啊講甲真啊明白了啦，就是啊，無論是查某甲是查甫啦，在家啊甲是出家嘅人啦，應該得常常嘅舉這個來想啦，舉來提醒家己啦。就是啊，我有我家己嘅業啦，我是業嘅主人啦，是業嘅繼承者啦，就是接這個業嘅人啦。業啊是我嘅起源啦，是我嘅開始，是我嘅根源來啦。業啊，本是我嘅眷屬啦，是我嘅親情來啦，本是我依靠嘅，甲我歸依嘅位啦。但凡我所做嘅業啦，無論是好嘅，甲是惡嘅啊，我將成為啊伊嘅繼承者啦，就是得家己去擔啦，無一個人啊是會代替啦。這個啊是大啲政治部5.57嘅經嘅內面嘅啦。所以啊，若爽有佛教徒講啊，因為主念甲是念經了，地改變一個人嘅業啊，會幫助到這個死去嘅人去天，甲是往生去極樂世界，甲是安怎本好啊？這個啊是甲佛陀唱反調嘅啦，是甲正法啊完全嘅背道而馳啦。這種嘅人啊，就是個對了古早印度嘅這個拜火婆羅門教嘅教法個啦，是歪道來啦。因為啊，佛陀正弟子啊，是無甲人做安尼款嘅物件啦。佛陀講啊，當一個人到底活了嘅時啦，就應該得意識到家己一日啊，定到本是會去嘅啦。所以安尼款啊，應該得曉累積善業啦，家己正學，家己做布施甲修五戒啦，就是賣殺生，賣舉迄個無好嘅，賣邪淫，賣講偏話。個賣啉啊，這個有酒精嘅古酒甲果酒啦，甲用迄個會互人變笨蛋嘅麻醉品啦，了甲常常嘅訓練家己嘅心啦，禪修啊，就是這個三項物件啦，甲會正正幫助到一個人後擺死了啊，趁去好嘅位啦，趁去天啦，這個啊，甲是正正佛陀嘅教法啦，以自己為庇護所啦。毋是啊，等死了，甲來下立人去做迄個啊，念甲了人無無清楚誒，毋知講到底是會甲是袂，有影甲是無影誒，一個亂七八糟誒，過出來邪見誒儀式啥物啦。到相應部第19誒啦，干那相應誒21條經啊，甲了是講當啦干那尊者甲大目犍連尊者，為了去往舍塵托缽啦，到取舍絕山落來時啊。大目犍連尊者就看到一副嘅骨頭嘅夜叉啦，夜卡啊，大啲天頂為飛了啦。伊阿尾啊，佮互一個禿鷲啦、烏鴉甲老鷹啊對了啦，了就捅伊嘅骨頭嘅芳啦，佮鉗伊、踢伊，互伊死散啦。伊就發出啊真啊痛苦嘅聲啦。當大目犍連尊者看到這個情形嘅時啊，是敢若到一邊為微笑呢啦，輕輕嘅笑啦。過了啊，伊人就去甲佛陀講起這個事啦。了佛陀講啊，伊本捌看過這個情形啦，但是啊，伊從來無甲人講起啦。佛陀講啊，一件眾生所做嘅殺業嘅果報啊，
已經喺多地嘅為受苦幾十年啦，幾百年、幾千年、甲幾十萬年了啦。個存落來惡業嘅果報啊，伊個得受安尼款嘅辛苦嘅苦個啦。有時啊，大目犍連尊者甲佛陀看到嘅啊，是一片嘅肉在天頂為飛啦。啊尾啊，阮是互即個老鷹啊物啊對了甲捅伊啦。有時看到嘅啊，是一母嘅肉啦。有時看到嘅啊，是無頭嘅啦。但是伊嘅目睭甲喙啊，是大啲相補嘅位啦。有時啊，佫看到嘅是迄個着燒甲半死嘅比丘啦、比丘尼等等啦。伊人是大過去嘅假設佛會點聲做惡業嘅啦，所以安尼款啊，伊人得喺大地嘅為受苦幾十萬年了後啦，佫得喺做夜叉來受安尼款嘅苦個啦。有嘅過去啊是屠夫啦，有嘅是拍蠟，有嘅是食類嘅法官，有嘅是奸夫奸婦，甲有嘅啊是甲人算命嘅等等啦。這邊嘅重點是講啊，大目犍連尊者甲佛陀會使講啊，是住佇這個世界內面啊，神通啊是第一好了嘅啦。了安怎啊，伊人完全無出手去救迄個伊人親目看到嘅已經住佇受苦嘅眾生呢？安怎無堪咩去甲伊人做大超度嘅法會呢？甲是馬上去召集甲了嘅阿羅漢弟子甲僧團啊，來甲伊人助念，甲是念經互伊人呢？安怎啊，佫完全嘅無回響互伊人呢？阮無用大嘅神通力去救伊人去天啦。安怎講嘛，得愛做淡薄物件來互伊人減一個痛苦啦。但是啊，伊人偏偏就是蝦米阮無做啦。念想愛幫助嘅心啊，一點阮無啦，是干那蹛一邊為笑呢啦。這個啊，毋是已經第好嘅講明啊，關於木蓮救母嘅故事啊，是騙人嘅物件來啦。難道啊，是因為佛陀甲大目犍連尊者，佮包括甲了嘅阿羅漢弟子啊，是無夠慈悲，甲是無在調改變眾生嘅業，是當今嘅人爾啦，無愈甲夠慈悲，無愈甲有安尼款大嘅本事啊，會改變眾生嘅業啦。因為啊，就憑伊人嘅助念、念經，甲是做超度爾，地拖見死去嘅人啊，去好嘅位啦，去天啦。難道啊，伊人嘅神通會較厲害過佛陀甲大目犍連尊者？會解決啊，佛陀甲大目犍連尊者未解決嘅問題，會做啊，伊人無在條做嘅物件啦。若是講毋是安尼款啊，伊人嘅即個助念、念經甲做超度蝦米啊，甲了就是騙人嘅啦。所以啊，無論是蝦米人本好啦，想愛去甲即個死去嘅人做超度嘅儀式、助念甲是念經蝦米啊。第一好是莫利用佛陀嘅名啦，莫用佛嘅名來做啦。因為啊，在巴黎聖殿內面啊，佛陀甲大目犍連尊者是無安尼款嘅本事啊，會去改變世人嘅業嘅啦。若講利用佛陀嘅名來做啊，這個毋止啊是對佛陀嘅無尊敬爾啦，這個本是正正誹謗如來啦。因為啊，佛陀有講啦。凡所有迄個毋是佛法的啊，蝦米人講是佛法啦，毋是佛陀教的啊，講是佛陀教的啦，毋是佛陀講的啊，講是佛陀講的啦。這群人啊，就是正正誹謗如來啦。這個啊是大啲增支部2.24嘅經嘅增益阿含啊18.9嘅經嘅內面的啦。誹謗佛陀啊，是會帶來真啊嚴重嘅惡果啦。有嘅人會認為講啊，這個是屬於小乘的啦，所以佛陀是無教這個法啦。到大乘嘅經嘅內面啊，佛陀才有教這個去甲世人做超度、助念甲是念經嘅法啦。這個就是誹謗佛法嘅分裂僧團啦。因為啊，佛陀嘅教法啊，從來是無大小乘之分的啦，是干那有正法甲戒律爾啦。既然啊，都已經無大小乘之分啊，安怎會有這個甲世人念經嘅法呢？分裂僧團啊，是忤逆重罪啦，是未懺悔嘅重罪來啦。其實啊，講這個甲了毋是愛來嚇人啦，是因為啊，這個甲了是有記載啊，到啲巴黎嘅聖殿內邊啊，是佛陀啊，在2500幾年前留落來嘅話啦。若是講有嫌疑啊，會使家己去讀看啦。沙度啦。